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指挥中心宣布，对拜五开始，民众头去做第三档疫苗，爱到第二档等5个月以上，即第二档甲第三档疫苗品牌会当自由选择。民进党拍什么推动修法，和新的管市合作伙，另外也风声讲中华还有婚林家己也要合并，不过哪里意见却是无同。最近水果平均介绍，甲去年来比有起3成外，其中金蕉起上济，起了2倍。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11个带病入境，另外又增加一个本土的怀疑个案，目前等咧检验。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即对拜五开始，民众头去做第三档疫苗，爱加第二档等5个月以上，即第二档甲第三档疫苗品牌会当自由选择。现在讲到中建院实验室检疫风波调查证也出来了，指挥中心伫拜四会召开外部会议来讨论，若准确定有危机者，上当会当罚到15万。国内新冠肺炎28日新增加11例境外移入的确定病例，不过出现一名疑似本土的个案，这是台北市一个30外岁女性，因为陪看病到病院采检确诊，CT 值超过30，原检体送昆阳实验室复验时是阴性，病院2摆采检也是阴性，正在等待第3摆采检的结果。那我们现在的决定就是说，那现在我们还会再验，再验，如果是阴性，那我们就会不列案。但如果是阳性，那当然就需要立案。另外，指挥中心也调整疫苗注射作业，对24拜5开始开放民众第二剂会用做无同的品牌，会使依照个人的意愿全抢牌拢能选择。除了头一剂做 AZ 的人，必须要隔8礼拜以上才法度做第二剂，其他疫苗只要隔4礼拜就使做无同的品牌第二剂。同时，甲65岁以上的老人这4大对象列做第3剂优先来注射。疫苗种类除了 AZ 以外，拢使做无同的品牌，包含国产高端，而且对加剂部分，莫德纳是半剂量0.05毫升 ，BNT 甲高端拢是全剂量。若是严重不良反应的人，经过医师的评估，也使做 AZ 疫苗。专家里面看起来，在 AZ 作为追加剂，相对的效果比其他的要来的差。所以会把它列在里面，但是也考虑到说有其他2类型的疫苗可能都有过敏或不良反应的时候，那才考虑打第3剂打 AZ。另外，受外界关心的中研院 P3 实验室为着调查报告也公布，院方研判为着途径可能有3种，包含呼吸道直接暴露在受污染的饲料营养。为着动物受刺激而污染这个环境，手套表面因为直接操作，为着动物防污染，如果违反规定，先将喙掩摕落接触到面部、喙鼻啊这个部位嚟感染，好装备外层伫操作区，互病毒的物体来污染，互喙鼻啊暴露嚟感染。预期在2周内提出外部专家小组调查的结论及建议，并依《传染病防治法》第34条等法规，对中央研究院进行裁处。但市长强调，中研院调查报告会提交外部专家调查小组，并且安排这礼拜4、23开会来审视。若确定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会依法来开罚，相当于罚15万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桃园某一间防疫旅馆伫10日发生群聚感染，至少有8个人染病，真侪人阁爱再进行第2届隔离。这寡人伫咧进前已经住半个月防疫旅馆，却因为发生这件代志，有的人就组成自救会，要向旅馆要求一个人20万的赔偿。桃园市政府表示讲，会先发慰问金，若赔偿的问题，就要听候中央来界定是甚么款的人爱来负责，才来做处理。桃园市某一间防疫旅馆10日发生群聚感染，至少8人着病。市府清空防疫旅馆，灰色追踪，带入去的旅客扩大体检对象，只要是12月初3了后带入去的旅客，拢爱过隔离至少14天。补办防疫旅馆的管理所是目前有21人，组成自救会，向旅馆提出每一个人20万的赔偿，各向卫福部甲桃园市卫生所等单位定情协助。住宿费的一个理赔，还有就是15天追加15天的一个工作权益损害的赔偿，还有就是精神损失费和来回的防疫计程车资这样子。有理由我们会尽量帮助他们。好，那至于有一些误解，就是说现在入住在集中检疫所那个是不需要付任何的费用的
不过这都是在检疫上的一个必要，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那大家就是要多包涵。指挥中心顶日也派员到防疫旅馆采检，有关采到病毒，表示环境上可能有污染。汤市长陈文灿澄清，这是有一寡所在还未完成清消，就先采检。防疫旅馆也将大消毒，后续完成3摆以上环境采检阴性，才会让旅馆恢复营运。那基本上我们是把旧的确诊个案做基因定序，去找出关联性，找出有没有环境感染的因素，或者是这个空调的因素，或者是手套污染的因素等等，目的是让防疫旅馆更安全。那并没有这个社区的感染的事件。市府强调会全力降低民众不爽快感觉，也将提供慰问金。另外，赔偿问题，市府表示将等待中央厘清这件归属了后，采取相对应的处置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开始筹备2022年县市首长的大选。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明提案要修正地方制度法，望讲明年中会当完成修法，赶伫咧明年中进前来公告爱选举的选区，甚至县市是有机会合作伙。另外，也风声讲彰化县市也有分林家己要合并，敢会对6都变做是9都呢？不过，民进党内就有人有无共款的意见，何况是在野党。亲像那也出政的苗栗县和分林县因的首长也呼吁讲，就爱揪较长的来做思考。4大公投案，民进党是全数机关所来要备战2022年县市长大选，新的县市合并新加议会搁再引发讨论。依照现行地方制度法的规定，加税伫较市的条件，那人口爱达到125万人以上，而且在正经这区域发展上有特殊的需要。新竹县市总人口只有100多万，所以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集人郭建明提案来修法，家己请改税也是毋那为大新竹来改图，有希望新加也包含彰化县市合并、甲云林嘉义县市合并，是不是对6都变做9都？以现在目前结构，从公投结构来看，这结构对民进党来讲是一个极大挑战，那绝对没有因人设事的问题。我认为，全国的行政计划应该要全面性的做一个检讨。我的主张很清楚，就是县市平权，国民平等。唔通合并了后，嘉义市方边缘化，安尼我是100%会反对。虽然提案的连署人数已经超过30位，不过民进党内底有无无共的声音，在野党也有质疑的声音。尤其苗栗县被排除在大新竹以外，云林县也划为应该爱谨慎来考虑。林市长真的不要机关算尽，你今天的作为，你是消灭我们苗栗吗？为什么头份出来要变到新竹？还是希望能够从长计议啊。那如果过度的这个直辖市化的话，会不会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民进党团上近2日会甲提案送到立法院庭事委员会，那是要关爱府的2022的县市长选举，就要在明年中来完成修法。那如果要配合明年度的这个时程的话，那我们也必须让修法的时程来加快因为最后在完成下一届有关于直辖市市长或是这个县市议员的这个选举，最后选区的公告的时间呢，是在明年的6月25号之前。对于推动修法到县市合并新加计划，府院敢若已经有真大共识，按照修正地方制度法，内政部也参考各界意见，加速来建议。记者综合报道。反内底公投案了后，民进党内有一个立委认为，蔡政府就要赶紧处理，敢要开放日本福岛核灾地区食品的进口管制，而且日本自民党会伫这礼拜5甲民进党举行2国执政党的2+2会谈，日本的代表也讲会讨论到这个议题。经济部长王美花早起表示，会甲内地进口同款，依照着国际标准、甲科学证据来处理掉日本的食品。反内地公投案无过关，担任亚东国会议员友好协会会长的民进党立委郭国文认为，这代表国人会当接受用科学安全啊个国际标准来进口美国内地日本核灾地区的食品进口议题嘛是同款，政府应该加紧处理的速度。
如果反来租公投，国人都可以接受的话，那日本食品没有道理不去面对而不接受。公投案件过后之后，就应该马上来面对这个问题。日本食品的问题哈，我们一样是用相同的标准哈，我们要用国际的标准，要用科学的依据。那当然也会照顾国民的健康。那目前日本食品的部分，经济部是没有讨论哈。王美花表示，经济部会用科学甲国际标准来处理原则，但是今嘛还未讨论。不过，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长佐藤正久伫推特面顶表示，24号甲民进党来开两国执政党的第2届2+2会议，会就这个议题来做讨论。代表民进党参加会议的立委罗致敬表示，今嘛会谈还未设定议题，但日本提出了后来处理。这个讨论的项目，目前双方还在讨论当中。那因为时间大概只有1个半小时，所以也不可能讨论到细节的部分。日本方面积极来推动，顶礼拜嘛特别到立法院来拜会国民党立委，助理代表谢中廷最近在台湾嘛去外界认为讲，可能会就这相关议题来向政府啊个国会来提出相关的报告。国民党团嘛表示讲在反来伫公投无过关，国民党甲食品安全团体想要把这日本现在地区食品进口的议题来查落来，恐怕是较困难。由于大部分民众这个冷漠，那让政府的这个会更加的对于他想推的任何不符合民主程序、不照顾国人食安的这个相关议题，都会强度关山，肆无忌惮。陈玉丁表示，国民党团还是有所动作，不过力量有限，真正要阻挡日本现在地区食品进口，恐怕是靠民众直接向蔡政府，也是讲民进党立委来表达反对声音。记者张志雄、平遥组、陈信良台北报道。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伊伫咧公投结束的过程中就讲，明年一定会欠电。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已经有做真侪临时措施，电量稳定一定无问题。不过工总表示，明年有一寡电子产业会搬到来台湾，加上电动车数量变多啊，这用电量也增加。若准搁再等到可花，也有可能是会欠电。不过环保团体也讲，若准明年欠电，也无应该是一个核市场来定胖就当解决的，应该对企业省电来下手。明年是一定缺电，工业也会缺电，家庭也会缺电。现在就不要埋怨。公投结束，关于中开核数议题，互人反决。对这种结果，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公开表示，明年一定会欠电。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30甲核数拢有规划相关配套，稳定供电有信心。那我们一定会确保稳定供电。核四它要重启也是11年后的问题，绝对不是短期的这个电力问题。其实贵党的烦恼不是无理由。根据经济部能源局对外公布，全台湾各发电机组都业停机时间表显示，明年大拿电厂5号机除役，大潭电厂7号机停机，后年核二厂2号机除役，兴达电厂2台机组除役，2024年核3厂1号机除役，协和通宵未了3个电厂拢总6台机组除役，2025年核2厂2号机也甲兴达未了电厂各1台机组除役，4年关掉15台机组，差不多910万千瓦总体应用。自信产业这些设厂明年都陆续要用电，那电动汽车明年的增加量，电的供应链会提高。天气干旱的话，就影响到水力发电的困难。不过，这4年来，原来有新增加发电机组，明年会新增加大潭8号机，2023年佫新增加大潭9号机，也加兴达新1号机。2024年至2025年佫会新增加4台机组，4年新增加7台机组，差不多836万千瓦，差74万千瓦。能源局规划以再生能源补足所欠的电。他们应该要呼吁大家是节能油电，而不是呼吁大家要不停的开电厂，然后来指责说这个电厂受阻，或者是指责说那个电厂没有重启。经济部表示，全国高压用电户超过2.5万户，包括钢铁、石化、水泥、面板、半导体。用电大户条款今年已经实施啊，不过今日要求400间契约应用5000千瓦以上的工业用电大户。5年来完成10%的绿电建制，进前也提出用电大户提早伫5月底进入夏季定价，是不是调关定价还搁伫研究。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4大公投，4个拢同意的有12个县市，包含民进党执政的桃园市、基隆市甲新竹市。不过4个拢无同意的有8个县市，这其中也包含着国民党执政的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甲宜兰县。这寡变动也互2022年的县市首长选举出现一寡无确定的因素。
南寮对关4大公投，结果国民党诉求的4个同意全数予否决，强调4个拢无同意的民进党得到全胜。也毋过为台湾各县市的结果来看，4个拢同意过关的有12个县市，包括仍然执政的桃园市、基隆市甲新竹市。或者市政府认为，以2020年蔡英文总统得票率来分析，击败民进党算是拄啊及格。那卯足了党国的这样子的力量演，但是你若比较他们蔡总统817连任呐，那差不多是只有一半400多一点嘛。如果用一般我们讲说就是刚刚好60分低空掠过嘛，或者是惨胜嘛。他这次就是说，因为他靠台南跟高雄赢比较多嘛。民进党挖靠南部大票仓完成4大公投，投出4个无同意的有8个县市，其中南亚执政的是中华县、云林县、嘉义市、甲宜兰县。不管是同意还是无同意，公投和哪里的政治版图拢有刷动，只是公投结果不如国民党有期，有目标指向新北市长侯友宜，或者却调上却无安尼认为。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样，最重要要为人民长远的发展来思想。至于公投已经投出来了，我们就尊重结果，大家放下，一起往前走。国民党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不应该把它拉高到一个政党对决的层次。第二个，国民党很明显的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新任党主席朱立伦上台就直接宣布了，这就是4个公投都是同意，后来才发觉不对，后院有没有意见不统一，所以你看各位可以看到最后的这个阶段，国民党后院失火。有关成政党对决的公投，推出哪粒基本盘，却招了中间选民，或者认为对哪粒来讲拢是一项警讯。今麦来看2022县市长大选充满变数。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铁宜兰站已经选定地点了，交通部委托顾问公司做分析，拍算要设置的宜兰县政中心的南边，这个方案也不会影响到铁路高架化时程，也当兼顾到南阳溪两边的发展。所以来进行宽屏作业，对明年开始会有详细设计，按算2025年会当开始动工。宜兰县议会正对面农地之间有南山的民家厝。这规片北地都是宜兰高铁延伸方案的第5案综合方案。选做高铁宜兰站设站地点，交通部证实，委外顾问公司已经完成分析，认为设站伫遮未拖延到铁路高架化时程，也兼顾南阳溪南北发展，优点上侪。未来代替宜兰新站，也会当伫遮平行共构，转接便利。设站在现在县市中心以南350公尺，在这个特定区里面，我们会对停车转乘，还有包括公共运输的规划都会做很完整啊。那包括未来这个台铁的宜兰新站本身一些比较高级的列车也都会停哦。交通部表示，这个方案是在地共识上大，对离设站相对较远的大溪，未来会由高铁站发出公车专接，站址位伫县政中心南边350公尺，路线总长会是59.3公里，经费初步估计1880亿。预计今年底综合规划完成了后，开始进行宽屏作业，预计3年了后动工。是以折中案当做最优方案哈，那我们希望说，确定以后，接下来就是继续做我们的环评。大概从明年哈，总共有3年的时间。包括环评跟细设，那114年动工，最快在民国125年完工。交通部回应，宜兰高铁综合规划案是为2019年11月就开始进行，最后暂时是听地方的民意，甲专业判断。规个综合规划程序真完整，已经用2年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真侪物件拢在起价，连水果也要起价咯。对于农委会全国果菜批发市场交易的介绍来发现讲，这去年所有水果的平均交易介绍来看，1公斤是43块4，今年煞爱到58块，也已经起3成以上。其中金蕉起上侪，当地农会认为讲，可能是去年产量少，介绍过歹，才会差遐侪。来到市场，家庭主妇买水果进前爱先问介绍，因为水果嘛起价啊。以12月19日基准，全国批发市场的平均介绍每公斤是58块，甲去年同期每公斤43块4来比较，是起3成以上。
3样可能200多，现在都要300-400了。高雄是国内芭乐上大产区，珍珠芭乐在全台湾购菜市场平均每公斤售价是起8成，红心芭乐平均每公斤是56.1块，去年同期是26.9块，起伏超过100%。以现在来讲的话，是1斤65块，还有比较回稳。前1个月还贵到80块。那芭乐金蕉价销也起超过200%。价格好，它没办法收成啊，所以还是希望政府敢辅导，跟农会一样给我们宣传辅导，不要一窝蜂的都种在哪一个月。基层农会认为，价销起价甲产量变少有真大关系。对于这波水果起价排名前4名来看，俗称一喙金蕉、皇帝金蕉的种金蕉起上水。今年12月19批发价平均1公斤活102块，去年每公斤价销是23.7块，起伏是400%。青木瓜是对8块9起到28块8，草柑仔对9块4起到130块，金蕉也对16块4起到50块1。排名前4项的水果内底，金蕉就有2种，不过这4种的水果成交量甲去年来比较，拢减少3成以上。农民讲量少价销就会起价。7、8月的迄个落雨，甲即马气候变冷吼，比往年的量减少足侪，所以讲价销就慢慢的攀升。农会认为，这波起价主因是量较少，价销就起价。农粮署表示，8月大水雨影响价树来出现减产，加上天气冷，价树生长慢，带动整体水果来起价。有估计年前价销较落，不过民众唔敢安尼想，短期内也是决定经较俗的水果来食。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彰化交友大楼进前发生火灾，即马彰化县政府邀请建筑师工会对规栋大楼进行结构安全鉴定。今仔日也宣布讲，这钢筋甲按摩图的强度无够，县政府也宣布讲，伫1个月内就要拆掉。虽然北向高上路的负责人认为讲，这拆掉电器是真好，不过拆掉的费用伤过悬，因无法度负担。拢破去小到乌乌窗门挂伫外壁顶面，规栋建筑物看起来更加稀微。彰化交友大楼伫火灾了后已经过半年啊，由原采伫彰化火车站头前的精华地段，民众普遍认为应该要有后续的处理。还是爱拆掉电器啦，因为历史真久啦。嘿，也还都一样。嘿啊嘿，是。只要不影响到周边的人，应该都还可以啦。对，但是因为如果发生大火的话，应该也没有人敢在那里。对，所以拆掉应该也是可以啦。今年6月30日，交友大楼火烧厝造成4人死亡、21人受伤，包含1个消防队员殉职。官府事后委请彰化县建筑师工会展开结构安全的鉴定，经过红外线机器甲测样分析，见到暗门涂甲钢条强度明显有降低，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疑虑。县长20宣布要求所有权人限期1个月拆除。那鉴定的结果，那确实是它是需要这个补强或者是拆除哦。那特别是它在钢筋以及混凝土的部分的强度确实是不够。那县政府现在已经通知他1个月之内自行拆除，那不然的话，县政府会代为执行。交友大楼北向高上路负责人蔡振峰表示，大楼区分所有权人总共有113人，多数拢同意拆除办理途径。不过，即阵也未收到政府的公文，等收到公文了后，会召开所有权人的会议。希望说把它都更起来对整体的使用跟那个市容的景观是有很大的帮助了所以我们是乐观其成。不过，蔡振峰承认拆除经费超过2000多万，区分所有权人无法度来负担。官府是强调，超过期限无办理拆除的，依照建筑法第81条强制来拆除，来维护公共安全。拆除费用会向所有权人来对偿。记者综合报道。昨晚有一位查某民众骑奥托摆经过高雄高山的北斗街，却撞过红灯，险些去互轻便铁路列车撞到。这个查甫人也着爱食一张罚单。不过高雄捷运公司目前却是无要放伊线，认为这款的行为会害到证人，决定要甲警方告发公共危险罪。这是头一届态度大硬要来处理违规民众，希望会得有抬价架构的效果。列车准备要经过高雄高山区北斗街这个路口，竟是灯号已经倒。这名19岁女子也是撞过去。高雄的远景国经桥倒摆6人，女子最后因为伫个大众运输的路口撞红灯，红开红灯的罚单3600块。不过高捷公司认为伊的行为受过危险，第一个主动提供警方真完整的资料，告发对方有可能是公共危险罪。
那像我们以往的相关的擦撞事件呢，那汽机车可能至少都会有做一个减速的动作。那昨天这位骑士的话，他是完全没有减速，而且加速的一个通行，所以是我们觉得第一次会想要说，是不是呼吁警方这边能够以公共危险罪来加以论处。高才表示，除了19号这次的事件，因的列车今年已经互弄过11届，大概责任拢是驾驶人身上。女子的行为嘛，已经互因的乘客伫危险当中，才第一届以公共危险罪方向来建议警方，嘛希望罪名会当成立。对我们比较有安全啊，不会小题大做，因为大家一般的常识都晓得啊。对不对？看他车子来让一下。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人被判拘役14天，所以是会成立刑事的有罪判决，所以这一点不得不慎。律师讲，虽然目前也无通过轻轨路口防判公共危险罪成立的案例，不过民国98当的时阵，有民众通过并交道，互高雄地院来判刑。以这次的事件来看，罪名要成立，毋是无可能。不过高捷公司表示，后续也是会看情节的轻重，袂大概拢以公共危险罪来告发。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人报道。有一位高中升大学补习班的班主任，甲某一位老师捌指导过2名考调台大医学系学生的名，写伫咧家己补习班的饭单顶头，想讲安尼先拍广告会当请人来补习。不过，这款的行为已经违反着告知法，去互台北地方法院判刑2个月，也会当用罚金来代替。升学补习班的录取榜单往往是学生报名到一间补习班的重要参考。报告并梳理方的补习班细楼班主任，几年前聘请一名老师任教，这名老师将伫另外一间补习班教过顺利考上台大医学系2名学生的成绩提予细楼班主任。也不过班主任无得到学生的同意，将2个人的名毕业学校等告知公布伫榜单，接着违反告知法官司。学生端主动这边提出一个告诉，那我们这里呢确实并没有主动的跟学生端这边要求到一个授权，也因此这个在法官这边会认为说有违反这个个资法的这个疑虑，所以就有做一个判定。专案互法院以违反告知法判刑2个月，会当换扣罚金。法院认为榜单上载明2个人的名的告知会当辨识成分，违反告知保护范围，而且榜单有招生的效果，会予人表示2个人捌伫遮上课录取台大，对招生有帮助，增加收入。公布榜单等于就是要招揽学生嘛，他希望能够获取财产上的利益，就是大家来我这边报名。因此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就是违反了个资法的41条，他最重是可以处5年有期徒刑。李凤也表示，经过这个案，细楼班主任已经调离职务，表示接受2个月判刑结果，无打算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塔利班伫阿富汗掌权了后，美国就随甲阿富汗名下美金90亿的资产全部禁起来，致使阿富汗的经济危机强要爆发。就算其他伊斯兰国家讲要甲伊斗3工，阿富汗民众也是认为讲这经济问题是真歹挽回，也烦恼讲塔利班反起反倒会来迫害人权。亲像这款的局势无稳定，民众拢想要离开阿富汗，申请护照是要等几个月，也是排队排甲落长。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街路气温降到-0度左右，不过内政部出入境管理局的门口人也是真多，几6000个民众排队等申请护照。به خاطر که از من شوهرم در بیرون است دیگه اینجا فعلا اوضاع نارام است دیگه باید پاسپورت داشته باشیم که شاید از این بدتر نشه。有民众因为阿富汗国内医疗资源不足，必须去附近国家就医。ما را تایید کرده شفاخانه مربوطه تایید کرده از مدت چند سال که تحت تداوی هستیم و فعلا قرار است که باید ما بریم پاکستان. 除了探亲加就医的需求，有不少阿富汗民众实在无法度忍受兼且无法度运作的经济。塔利班20多年前掌权的时阵，打压人权、迫害妇女的痛苦记忆，让大家想尽办法出国找出路。就伫开始合法护照的同时，伊斯兰国家合作组织 OIC 当地邻国巴基斯坦开会，地主国呼吁新国家解除冻结阿富汗政府的资产，伊斯兰国也必须设立人道信托基金来支援阿富汗。Unless action is taken immediately, Afghanistan is heading for chaos.
因为塔利班甲新国家长期敌对，欧美国家也立刻冻结阿富汗政府资产。也伫新国家甲阿富汗中的 OIC 认为冻结资产违反人道，不过也同款对塔利班充满疑虑，并无予因任何的外交承认。OIC 会议结论，除了呼吁西方解冻阿富汗的政府资产，也要求塔利班政权必须要遵守国际规范，尤其袂使迫害妇女也甲儿童的人权。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鸿海集团的富士康因伫印度南部的 iPhone 手机组合工厂发生上百名员工食物中毒意外，则背着规定人伫高速公路顶头示威，所造成严重的大塞车。富士康伫印度南部钦奈县的员工17暗时开始陆续伫连接钦奈甲印度锡国班加罗尔的高速公路边集合，举行长时间的示威，抗议宿舍员工集体食物中毒的事件。现场人数捌达到上千人，所以交通严重受到阻碍。警方到现场引导车流，也以妨碍交通的名义抓将近100个示威者。当地媒体伫报道，住伫富士康钦奈县宿舍以女性占多数。15暗时陆续有人食到宿舍餐点腹肚疼落瀉，差不多150人送医，有人住院了后失联，都有人药已经死去。无实在消息伫通讯软体一直传，才会引起这个抗议事件。示威者要求当局送回失联的工人，逮捕造成食物中毒宿舍工作人员，也要求改善食食。அதில் 4 பேர் மட்டும்தான் அட்மிஷன் போயிருக்காங்க. கொஞ்சம் அவங்களுக்கு ரொம்ப டீஹைட்ரேஷன் ஆனதுனால இந்த நேற்று பரவன அந்த வைரல் வாட்ஸ்அப் மெசேஜ்னால தான் வந்து இந்த போராட்டம் நடந்தது. 当地劳工部官员也有到现场，甲示威员工敲切，搁背回相关谣言。大部分的人18暗时已经离开，示威和平结束，交通也恢复正常。富士康工厂的营运也无受到影响。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当全世界央行拢伫咧烦恼通货膨胀会影响经济，拢开始宣布要升银行的利率。不过，托尼基的总统却是甲别人无共款，伫英国内通货膨胀率到20%的时阵，所宣布要继续来降利率，造成托尼基的货币累积济钱变薄。当地民众是根本就无法度过日子，伫街头也出现开始示威的民众。土耳其里拉落波民众是真艰苦，不过对外国游客来讲，算是赚到啊。顶礼拜六，保加利亚甲希腊边境的社区埃迪尔内出现一台游览车顶头载满外国的生理人甲观光客，赚到贿赂活动外界买物件。为今年年初以来，里拉兑换美金已经变达超过50%，敢若过去一个月就变达37%。人民的实质购买力下降，各地啊一直求水，食物特别买不起啊，街路出现抗议人潮。Geçinemiyoruz. Evet. Mitingin amacı da o zaten. Kamu emekçileri olarak yaşanan ekonomik zorluklardan dolayı bugün burada eylem için bulunuyor. 面对反对声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无注文，坚信是高利率引起通膨，所以无顾到国内通货膨胀达到20%，强势降息，甚至出手干预外汇市场，里拉波也冲击土耳其股市17股价一直波1点钟来暂停交易2摆。Eninde sonunda biz bu enflasyonu göreve geldiğimde nasıl düşürdüysek ta 4 puana kadar indirdik. Gene indireceğiz. Gene düşüreceğiz. Ama ben vatandaşımı, halkımı faize ezdirmeyeceğim. 大行拢起，不过关键的机票啊，说哪来哪无得钱。土耳其总统虽然宣布明年要提悬基本工资50.4%，缓解里拉崩盘对民生的冲击，不过不少餐厅业者也准备要起价，若无真悬的人事成本，恐惊会变成互所有生意拢倒了了。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北京的冬季奥运会伫明年2月初4举办，目前已经有美国、英国等国家拢表态要用外交抵制来对付因。咱台湾的部分各部会也正在研究讲，爱以协助选手做上好安排。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目前已经有1名出兵的选手黄旭婷会当去到冬季奥运。照推测来讲，咱台湾应该有5名到8名选手有资格去参赛。另外也希望选手、教练相关人员拢爱做过3档疫苗再来出发。
竞速出兵选手黄玉婷参加 ISU 带到竞速出兵世界杯成绩真好，搁较伫面册分享好消息，得到北京冬奥500甲1000公尺的参赛资格，会继续拍拼。我国一共有4名选手取得这个冬季奥运，一共有多少位选手取得2022年这个冬季奥运的参赛资格呢？已经取得参赛资格了。就是黄玉婷。那我们预估啦，以选手的这个过去表现的应该有机会是5到8位。离北京冬奥剩无到2个月，台湾唯一的女性摔跤选手林欣荣也继续伫海外比赛，希望会当推进奥运积分，顺利摕到参赛门票。除了黄玉婷之外，伫竞速出兵摔跤甲初赛等项目，也有陈慧琳、宋清荣、连德安、林欣荣等选手咧拍拼争取资格，有估到1月中才会有确定名单。另外，目前包括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等国针对北京冬奥用外交抵制，台湾敢是派员出席，也引起关注。原则上，其实我们是会派这个运动选手去参加，对吗？这个选手参赛一定是我们第一优先的。我们选手还有教练等这些相关会出团的人员我们目标就是希望打完3季。以我们这一次参加日本东京奥运的这个经验，我们所要做的整套都会重新来做。教育部指出，已经组成跨部会专项小组来进行检商，考虑到国际疫情还未转好，会比较东京奥运经验，以相关的防疫规格备战，会甲指挥中心做好联系，希望台湾选手甲教练等人员伫参赛进程会当做完3期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政调会长高市早苗，昨在一场演说当中表示，中国快速增加军力，面对可能发生的台海危机，日本甲美国也应该爱制定共同作战计划甲防卫体制来应对台海危机的发生。另外，台湾除了国南国族以外，也互人认定做第2海军的海巡署，即马也要打造6架新型2000吨级的远洋巡护船。暂时搬演第2海军角色的海巡署，规划以将近130亿的经费，为明年开始10年内，要打造6架建制海巡指挥船只指挥管理系统，也甲各种先进航海科技、新型2000吨级渔业远洋巡护船。军方智库学者分析，海军当地发展新一代造舰计划，提升造舰技术，累积将为未来打造海军舰艇的能量。那在技术的升级的部分，比如说民间船厂，它可能是平常是造渔船或是游艇，那它在经过部分的技术就是学习之后，它很容易就可以建造军规的船舰。除了家己发展国防自主防卫能力，联邦的支持甲支援对台海稳定也真重要。捌伫以早日本安倍内阁担任总务大臣，甲特别担当大臣的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19伫一场演讲中主张，日本甲美国应该制定共同作战计划，因应台海危机，佮串联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家，建立多国防卫体制，并实施联合演训。中国に対して力による一方的な現状変更っていうのは不可能なんだと、いうことをしっかりと認識させるということが重要であります。高市早苗强调，中国快速扩张军力，伫西太平洋地区已经超过日本甲台湾，台海情势真危险，敢若靠外交手段是无够的。上界重要是，互中国知影用武力要改变现状是无可能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第2选区的立委补选会伫明年1月初时阵来进行投票。民进党候选人林静怡团队今日去到台中地检署市联控告，因质疑中国国民党的候选人颜宽恒账户民众的洗衫精有超过30块，是违反选罢法的。不过颜宽恒也驳回讲，这成本只有16.7块尔。民进党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候选人林静怡竞选团队20号早起来到台中地检署按铃申告，手还佫摕到一罐外包装打着国民党候选人颜宽恒图案的洗衫精。执行总干事李宇珍表示，因接到民众的检举，颜宽恒透过林长发送洗衫精竞选小物，但是发现市价已经超过30块，涉嫌违反选罢法。说，他从林长那边收到了一罐这个洗衣精吼，那他自己上网查了一下，发现这个洗衣精的市价吼，其实有高达46块。那他的质疑就是说，请问一下，这个没有牵涉到贿选吗？这个不算贿选吗？那希望我们可以进一步来做厘清，或者是说来端正这样子的旋风。
国民党候选人颜宽恒回应，洗3种清洁剂成本只有17块，目前只有少量发送。感谢林静怡定赢的宣传，让竞选小物询问度大大增加，袂符合人，也呼吁对手莫过来泼垃圾水。这个清洁剂的成本才16、17块钱哈，这个都可以查的哈，就请不要在这边又继续泼脏水，哦，请有一点智慧。那我想哈，这个选举，我也呼吁了哈，我们这些侧翼哈，那也不要只想在这边蹭流量，然后在这边这个抢镜头。实际到同一款洗3种生产公司的官方查询，这个产品以箱为单位来卖，平均一罐价销是40.4块。颜宽恒呼吁对手莫过来趁流量，赶紧回到选举的主题。林静怡定赢是强调一切交予检调来侦办，欢迎对手提出买商品的金额证明。记者台中报道。代替今年4月德鲁古自强号发生事故了后，交通部推动安全改革，要求铁道局要模仿航空业来增加铁道检查员做客查。头一批要先招16个人，按算明年头一季要开始运作。不过外界也都唔知影讲，这个职务考入去是要做什么款的工作，这回考试只有12个人来考。代替泰鲁国号事故大早49条任命，交通部设安全改革，由监理代替铁道局招募铁路监理检查员。这个课是比较航空业设置，负责第一线铁路检查。铁道局表示，目前本来就有针对代替甲高铁进行安全检查，属有年度客载形式。未来铁路检查员到位，就会当提高日常检查率。效仿民航的这些民航局的检查员哈，也就是全年度呢，随时呢都在执行相关的检查业务，能够督促哈我们的铁路机构呢落实各项安全的这些措施。根据招募规划，对象必须要有铁路机构营运维修实务经验，分做运务、公务、机务也甲电务4类，至少要有4年以上的经验。每个月薪资56000起跳。第一批预定招募16人，目前有12个人报考。铁路局证实应征者有高铁驾驶员。不过有难会是讲，航空界检查员是属民航局监理民间的航空公司。铁路局加代替局拢是属交通部，检查员有救援兼裁判的义务。如果这个工程他自己出了问题，又是管工程又是管监理，那人家就会质疑他们在这一块的话，他们会有球员兼裁判的问题。铁道局回应，内部会2个回避。目前铁道局接管代替新建工程，若所牵涉到安全，会通报云南会等外部监理单位来检查。招募状况目前无亲像预测，可能是外界对铁路监理检查员认识也无够。另外一方面，专业性要求较悬，若做来考试的人员无法度达到这个要求，会持续招募，无一定会一概补助。记者综合报道。乌托邦是社工人员做访视真接使用的交通工具。今仔日就民间企业寄付2台乌托邦，予台北市社会局方便社工使用。这个乌托邦顶头有装行车记录器等等的设备，不过这嘛凸显原底乌托邦伤过旧，这设备对不着时代问题。乌托邦后斗的货箱甲拍开，空间真宽，方便社工运送物资到个案的厝内。台北市受赠一批新的机车，方便社工人员来运用，有行车记录器等等设备，保障社工的安全。但是社会局过去较旧的乌托邦无这种设备，要加到嘛较困难，对社工人员来讲，安全较无保障。我们依社工的这个各社服中心的需求，我们现在正在这个装置当中。旧型的电动机车或是燃油机车，但它本身要装行车记录器在那个接线，还有一些记忆卡，还有它的位置上面，并没有那么方便设置。我们现在的替代方式是装在社工员的个人的可能安全帽上面，但它在拆卸上面跟故障维护上面会造成一些困难。社工伫交通方面的问题唔那安尼，针对需要回诊也是身心障碍者等等身体较虚的个案，公家救护车若是评估无愿意接送，个案状况嘛无适合做客停车，也是互康巴士就拄着困难。消防局的救护车可能会评估这不是一个紧急救护的需求，所以他们在派勤上面会比较没有办法派出病重病人的一些情形，可能这2个交通工具都没有那么安全，所以我们就会叫了民间的救护车，但一趟可能要3、4千块，很高昂的经费。
林家干表示，虽然社会局有补助会使使用，但是这不是解决的方法。建议在统计所有社工的需求了后，找民间的救护车以长期合作的方式来签契约，对社工甲个案拢较有保障。社工科表示，因为这项个案并无济，较歹以契约方式来作业，会继续以补助的方式来支持这款需求。记者郭谢桂林台北报道。一个新竹县的竹北新丰一带所在有一个粪扫坑大场，19早起发生火灾，消防局随派水灵车来拍火，下晡4点左右有甲火势压落来。想袂到过当天20透早，现场因为这个所在迄条咧火佫倒起来，造成附近拢是烧粪扫的臭味。消防人员不断向导火所在转水，新竹县竹北新丰区域粪扫掩埋场19发生火警。经过几点钟，总算控制现场。想不到隔天一透早，因为粪扫翕烧，现场佫传出着火，民众闻到烧粪扫的臭味，强要挡袂掉。那个烧起来那个灰尘啊，有那个灰灰的啊。掩埋场的臭味啊，到处都快飘了哦，尤其这个灰尘啊、垃圾啊，也是乱飘啦，一大堆，造成居民受不了。环保局表示，初步了解导火原因是因为沼气，再加上天气打扫所引起。里面有很多这个有机质它会产生沼气尤其是在秋冬之际，天干物燥。那在好天气的时候呢，温度比较高就容易引起这个自燃。所以我们装了影像监视器。24小时监控，争取经费，把这个现在暂置的这个垃圾呢，能够做比较好的覆盖让它不会再有这样的情形发生。照过去经验，新丰粪扫场火警第一时间来恐惊无法度完全拍花，提醒附近民众最近出来门窗关好势，也尽量减少出门，以免造成身体无爽快。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拜拜的花是插到柜厝顶，不过放无几工也是爱拼掉。伫台中就清洁队员感觉讲安尼真拍算，所以就甲花收集起来，洗好清气，提炼花露水来做面膜，会当讲是天然个好用。古来的人坐甲舒适，亲像伫咧美容院共款。不过这是台中清水的清洁队，伊用的面膜嘛是因家己做的。用起来感觉会蛮舒服的。对，比较不会那么干燥，保湿，然后就是淡淡的香味，不会说外面放的那个都是香料。做面膜的材料是清洁队收回来的花。队员发现讲，便人到初15也是拜拜大日，拜拜了后，就会有真侪花放等土角，所以因决定把这还阁真青的花收集起来，甲因洗清气了后，用过滤过的水来烘。利用水汽拄着冰，就会结做水珠的原理，把花精华拢吸做花，无掺任何化学物，提炼出上自然的花露水来做面膜。而且清洁队阁有种一片真水的花园，用已经提炼过露水的花油油来做花园的肥料，一点物件都拢无讨债。利用我们的这个回收的这个木板料跟我们的这些废木屑共同来作为培养花卉的这些素材。我们制作完成的这些花露水的以后的这些残渣，又可以回归作为堆肥使用，可以说是垃圾零废弃的最好的一个表证。原本只是唔甘花水无偌久就去烘弹掉，而且因为清洁队开大日头嘛爱伫室外服务，所以皮肤定定会晒着伤。才会有做花露水来顾皮肤的想法。即阵成果袂歹，清洁队嘛按算讲未来要去社区教民众安怎做，毋但会当减少粪扫量，嘛加一项天然的保养品。记者综报道。南投一日当咧举办在地旅行，带游客参观百年老厝永福堂，也透过一种日本古早流行的娱乐，或做卡米西巴来小解一集的历史，互游客拢有真深的印象。南投集集的单价古厝永福堂，英国也号做草岭卡，是文化局登录的历史建筑，高达已经有180年的历史，规间拢是木材起的，经过91大地动嘛要真在，是规个镇内上旧的建筑。集集这边目前永福堂是最老的房子，那从清朝的时候，
慢慢开放的时候，我们祖先就来到这边了。好，所以在这边开发了大概有2代的人，大概40-50年的时间以后，才有钱，然后才盖了这个永福堂。为了推广在地，集集有相关团体办旅行活动，也安排到永福堂参访，特别透过纸字机来呈现集集的历史过程。我们这个游程要告诉你什么？我们要跟你们讲，林爽文有来集集。纸字机是日本古早流行的一种娱乐表演，透过纸行啊演戏，一张一张场外场景，这款导览方式，会使讲是真有创意。我们集集镇还有非常多的就是具有历史文化的一些景点所以这一次的话，我们还有带到其他的像是故乡林尾，还有就很特别的是纸之居的一个游程。那希望大家借由这样子的游程，去感受到我们集集的在地文化。集集的观光团体透过旅行活动，带游客认捌古建筑和在地历史发展的过程，也利用创意的导览方式，让游客有更较深的印象。希望经过这段旅行，让愈侪人了解集集，也推广观光、行销在地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甲日本艺术家共同制作的歌戏《阿波兰》，12月2日要伫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户外剧场演出。不过受到疫情影响，无同国家又搁无同剧团的合作，有影是真拼。即阵这出戏也当咧加强排练。户外开放式舞台，演员随时出现的惊喜。12月2日要伫卫武营户外剧场演出的歌戏《阿波兰》，导演是日本艺术家刘美和，南台湾歌戏3大天龙团联合演出，制作团队嘛是下世代下灵血。我们晚上可以看到一点影像吗？要很晚，我知道，就是等天黑之后。阿波兰用蓝灰的商业化来反思人类对水的观点。制作团队面对疫情压力，费心敲测3大歌戏团，目前排练进度一切顺利。大家拢讲你疫情可能无法度做国际的公司，你无法度和外国人合作。毋过你有心，你有时间来陪伴暖你的感情，其实做会到。下国制作的变动成员，离正式演出剩无1礼拜，导演也因为家庭因素提早返去日本。制作人陈汉清表示，上困难的挑战，团队拢解决了，会全力排演，时到邀请观众做伙来看戏。记者杨淑静、谢桂林高雄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17度到21度，苗栗到云林是对17度到22度，嘉义到屏东对16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2度到21度，也个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暗时7点同款期间再相会。